本身上介重要就是讲伊的内容，会用讲较优质啦。所以我希望伊的节目、伊的新闻，一方面大家来学听台语，甚至真侪人嘛会用咧学台语，利用这电视台。公司台语台。 文化、生活、戏剧、新闻。7月7日开始，全台语的电视台，请锁定第14台公司台语台，精彩、丰富、上介有意思。 毋过，伫咧要挖饭店的时阵，警察开始伫现场有那放催泪弹、赶线，遮示威人有那将立法会附近主要的大路全部拢清空。一利用公开啊，这工具，带来讲立法会大门玻璃，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于7月7日下晡，就发动几落摆攻势，拢无得突破。结果伫暗时7点半左右，示威者拍破一边大门玻璃，再拍开铁门，成功进入立法会。抗议的民众从下午就不断的尝试要来攻破立法会的大门哦，经过多番的击破呢，他们终于是在晚上大约是9点多的时候，冲进了立法会内，把整个大厅都给占领。 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厅内底的人是吵，并且伫边用喷漆写反送中的抗议诉求，要求撤回逃犯条例。群众在进入立法会之后呢，更是直接上到2楼，进入了这里专门在审理法案的会议厅里头。他们不止呢在这4周围的墙壁呢喷漆喷上了抗议的字眼，也在这主席台上呢挂上黑色布条，写着“没有暴徒，只有暴政”。 伫香港地区分种喷乌彩，个人写太阳花 HK， 甲即摆占领造件，甲台湾2014年太阳花学运来做比较。从入去立法会，示威者尽速激动，警方嘛无随驱离，毋过差不多占领10多分钟，多民众化铁离。另外一边，则有人希望坚持落去，应该留落来还是离开，意見無同。希望大眾社會去團結一致，對抗惡法，對抗暴政，共同守護香港。其實你平時有幾多人留守？大家有不同的确定，大家有不同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是没有大台的，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对吧？你想走，你可以走；你想留，你可以留。会议厅示威者渐渐退到立法会外口，饭店过无偌久，防暴警察伫过路口也大型的并排，手提警棍仔一直向示威者挖棍，并将路中拆除，爱示威者离开。随就发生几落粒的催泪弹，展开驱离。
面对强势警力，民众一直退后，为立法会外口走去下车道，双方把对立，暗过身后，人就渐渐离开。警方将车路全部清空，无甲爆发冲突，结束7亿反送中行情。记者综报道。是，而且警方半暝啊来清场了后，今仔会再总放是安那咧？咱这时阵要连线互特派记者，这万中问加这黄正恩。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立法会的天桥上。昨天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有大批的示威民众闯进立法会。警方也在午夜的时候进行快速清场。经过1夜的激情和抗争之后，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昨天被占领的街道已经恢复了通畅。零零星星的民众经过立法会，不少人都会停下脚步来注目事件发生的现场。可见，对于香港的民众来说，心里的情绪势必是五味杂陈。清洁人员已经开始在做清理的工作，而贴在立法会外围墙上的抗议字条，依旧紧连在上面飘扬，像是近来动荡不安的香港。以上是现场最新的状况，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开始面对昨这示威者冲入去立法会占领议事厅这个代志，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将罕见伫饭店4点开了记者会，批评讲示威者用正暴力的行动做这个代志，有那强调讲会追究违法的行为。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真侪人拢想要追究民主，不过真不幸，有的政府并无望讲民主这个代志会发生。香港抗议者占领立法会议事厅，这一幕看起来亲像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议场伫香港出现。特首林郑月娥真罕见伫透早4点开记者会，强烈谴责。The second scene that we have seen, which really saddens a lot of people and shocks a lot of people, is the extreme use of violence and vandalism by protesters who storm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over a period of time.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seriously condemn, because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林郑月娥是认为警方伫7月初1处理暴力的行为表现得真积极，不过对违法的行为一定会追究到底。英国外交大臣韩特伫竞选保守党党主席的期间，嘛一直伫关心香港反送中的示威，一直喺推文中强调，英国对香港还有伊的自由支持是真坚定，不过反对暴力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表示，中英联合声明甲英国有关系的权利义务，拢已经全部执行。英国无权来干涉香港的事务。一段时间以来，英方频频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奉劝英方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来干预香港的事务。要多做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7日，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向媒体问到对香港抗议事件的回应，川普是认为示威者是伫追求民主。Well, they're looking for democracy,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democracy. Unfortunately, some governments don't want democracy. 香港7日示威后面是呼吁有关人士爱冷静，而且透过对话来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在这段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时间，这台北市长郭文德明仔载嘛要带团去中国的上海出席双城论坛，今日含这国台办主任刘吉义来见面的。郭文德讲，即马是网络时代，什么人才是重要人，拢真歹讲。对着大巨蛋，台北市政府有哪互人质疑深受讲放水这件代志？不过郭文德今仔强调讲，专业问题是由专业解决。进前市议员北康大巨蛋的录音档，和台北市长柯文哲面对超弹的争议，即卖阁有大巨蛋施工人员检举，敢若违法后港安装冷气，嘛和柯文哲再度抨质疑放水大巨蛋。我态度上，我们不会包庇任何人嘛，有人检举，那我们就去看，就处理了，这样就好了。放水吗？不会啦，我叫建管处处长早上就会去看的，会去处理。但是我们是把它组装起来，并没有完成安装这件事情啊。
所以并没有安装所谓空调系统。今次违法护工，三大专业工会2号嘛到现场较近，若是查到违法施工，监管处嘛依法来动发。另外，柯文哲3号要去中国参加双城论坛，过行程和随团的企业名单，拢互资源批评无透明，尤其是敢要和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见面，柯文哲无被表态，过坦白讲见面嘛未加分。到时候你跟刘捷一见面的话，你觉得会是加分还是扣分？正确的讲法是不会加分的。现在这种网络时代，你知道哈，见谁，到底谁才是重要的人，我看都很难讲啊。反正对人尊严的原则把握住嘛，剩下就轻轻松松。该怎么做就见招拆招。另外，香港立法会1号予反送中的抗议者占领，讲是香港太阳花运动，特别去中国的柯文哲，敢若嘛提前向对方发挥，强调台湾民主发展会当予中国来参考，到时阵踏上中国的土地，敢是嘛当面向中国官员来建议，嘛更加引起关心。台湾在政治上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以给中国大陆很好的参考。我想这是大陆在观察台湾的时候要去思考，但我们不是100分的哈，但是还是有很多成功的故事可以作为借鉴。所以你怎么看？见刘捷一号会讲这段话吗？记者综合报道。马要继续来看的是这中营空服员罢工，今仔日是第13天，劳资双方今仔日来进行协商。劳动部在协商进程有哪过一届来问讲，是毋是大家重点会当放一个较大方向？不过大方向讲，因为今日去学这公司来算尾数，所以互相无共识，会议进行1点钟就拢调的。即马是分别由劳动部在参详。航空运输法务空服部门主管、甲桃园市空服员职工会面对面再度进行协商，针对顶礼拜六原本要签订团协却破局的秋后算小情谊，双方拢提出对策，罢工战线又长到第13天，劳动部发挥，希望因看大方向，唔通放伫小所在。我们积极的希望劳资双方能够秉持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把团体协商的部分以大方向、大原则来做这个最大的共识。这场闭门会议为早起9点外开始，劳动部派出处长劳苏豪坐镇，交通部由参事黄浩庭出席，采取劳资双方各派一个代表相主持的模式。前一天，中营航空表示希望直播，不过时间上未赴，工会伫会前反击，这是资方的看拖。长荣航空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上面直接对记者表示，他们是来不及做直播的准备。这部分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排斥直播，公司这边直接对外说明他们来不及准备直播，这部分并不是我们不愿意直播。而双方也伫前一天就对秋后算小各自表态，中营坚持合法罢工的时间点是下晡4点了后报道的航班。不过工会要求由工会来认定合法，并强调工会已经是退无可退。中营也计划伫下晡公布一波取消航班。双方都伫各自有坚持之下，互这场协商充满着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就是这热浪天高热，因为台南市已经确定出现了第2个这本土性的天高热，是伫这台南中西区的开山里，是一名74岁这华桑，伊无出国嘛，无去这高雄甲阳空活动，所以即马这所在有哪赶紧调查，有哪赶紧消毒。咱若无这个桶啊啦吼，收大了吼，拢爱倒卡，桶啊都倒卡嘛，有。台南市中西区新丰里100年的老市场东菜市内面的驻地会人员一摊一户的向摊商来宣导顺道侵入的防蚊步数，因为台南市卫生局2号日头早是确认台南出现第2个天高的本土病例，而这个东菜市拄好是患者定去的地点之一。台南市卫生局嘛紧急派员伫现场来检查。阮遮一礼拜拢扫迄个千件啦，大千件啦，拢一2礼拜就。普芳啊，最有诶无诶。系啊，阮嘛家己讲来派员工下晡时候拢会顺，所有若只要有所有水桶啊，我拢是倒掉。台南市天高的第2个病例，住伫中西区开山里，区公所嘛成立3级的指挥中心，并且召开应变的会议。台南市政府天高的防治中心表示，这名病例为74岁的女性，无出国旅游的历史，嘛无到过高雄市以及台南市永康区。目前卫生局是拟定相关的防治措施，并且加强环境资讯员的清除，避免疫情的扩大。他没有高雄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史，那也跟永康我们的首例的这个部分的话，也没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地缘的，因为有永康这样子的病例，因为我们都是公开的，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医疗院所的话，一定要加强这样子的快筛。天高的防治中心嘛烦恼，社区恐惊有严重的病例无去用发现，因此嘛提出呼吁，近2礼拜内赶紧交过东菜市场、该山里大埔福德寺活动的民众注意，若是有发烧疑似的镜头，马上就就医进行天高的快筛，并且嘛请民众加强顺道亲路以及防蚊的措施，避免疫情来扩大。记者郑云达报道。马边看到这屏东的那边甲南州交界所在，昨下晡发生假雷风，有造成9个人受到轻重伤，也有2个砖头、几10户的起亚机受损害，7000多户停电。屏东县政府是赶紧来调物资来到三江，另外这县政府甲国军有出动，甲这民众斗整理。外面风透真大，农民秘集去了啊，唔敢出去，保持着风愈来愈大，最后往同一个方向去，连机车拢互吹倒去。惊人的风是假雷风造成，屏东南边南州交界1号下晡形成真清澈的老道云，沿途经过南边定安川甲南州万花川，敢若是伫南边省道道上车甲广告招牌吹变去，2号民家嘛全毁，民众差一点互吹走去。电源是掉伫电源问题，这嘛是拢无路用啊！规个这拢变成安尼没有效果了啦，已经半全毁啊！足大台呢，拢夹出去。我伫遐吼，一直咧徛袂牢，赶紧要走入来，门搁关袂。一座庙伫假雷风的路线顶悬，唔加是铁片触电互吹去，踩伫涂骹的钢架嘛，挂暗门头做伙扭起来，飞去3楼弄倒女儿墙。讲来啊，足紧的啊，无紧目标，走无路啊，紧就好啊，摸会着就好啊。嘛有民家厝顶掀起，熄来落雨积水，民众不得已先将公阿嬷车到1楼客厅。假雷风大约行3公里，总共造成9个人受轻伤，2个庄4个拢乱七八糟。县府早起派出大型的机具帮忙清瘟，国军嘛派50个人协助。我农作物的损失有染污啦、椰子啦、红龙果啦，大约差19公顷啦。农作物受损，香港所给的统计，政府嘛表示，受损总共50块。敢若一座庙伫假雷风大雨，但这目前无民众需要安置。记者杨川坤电准备报道。在国际有的所在，也阁出现了奇怪的天气，亲像木索去日头呛洋洋，熊熊落冰甲。伫日本的九州，也阁连续受到这雨大雨，也阁有超过80万人被要求爱先来撤离。路桥水引起，刚好就桥浮在水面，这是日本鹿儿岛大理地区，受到23号风面影响，日本九州南部地区早半暝落超大雨，大雨进入下街，一个70多岁妇人党等于土石楼厝墙抬起来，救出了后不治死亡。雨が強かったですね。朝5時に起きて水位を見たら驚きました。ここが浸かる前に逃げました。在鹿儿岛九所城市24点钟降雨量突破320毫米，打破往年7月份雨量纪录。虽然今日雨较细，不过累积雨量还是可能有200毫米。日本气象厅今日半暝特别针对熊本、鹿儿岛甲爱媛3个县，拢总81万人发出避难劝告，以及大雨会到初4，好民众做好防灾准备，到关的所在避难。出大日头，有一群人伫吐冰，佮出动吐水车，墨西哥第2大城瓜达拉哈拉6月30暗时30度左右，摔伫路边角，造成200栋的厝有损害，好在在无造成伤亡。加当人早起是更加恐怖，并甲插甲干那山有2公尺悬，当局出动大型机具清理车路。当地官员讲，唔捌发生过这款代志。Estamos dando prioridades a la limpieza de las casas y también a la limpieza de la vía pública para que volver a la normalidad lo antes posible. 镜头来到澳洲，各地发生热浪，德国30嘛出现39.3度6月历史高温，阿拉伯出现45.9度高温的法国，温度已经下降了。巴黎当局伫7日解除热浪警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国际消息，是这美国这面册4句的总部讲受到有问题包裹，内面亲像有这沙林毒剂，有2个员工有去摸到，不过无出现这中毒的镜头，已经先让人送去病院来观察。联邦调查局嘛已经介入调查。
美国加州的民测4股总部当地时间初一下午超11点，收到内底有3人的科技报告。经过机器的逐步试验了后，结果对3人毒气是阳性的反应，并且紧急疏散4栋办公大楼内底的所有人员。2个可能有接触过报告的工作人员虽然无出现中毒的反应，不过嘛已经互送去病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目前还未确定报告内底的物质。疏散的4栋大楼当中，已经有3栋恢复正常的运作。会当看到现场有红线，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介入调查，当地搜查最后一栋建筑，而且追查报告的来源。沙林是一种无色无味、真紧挥发的神经毒剂，敢若需要几秒钟就会当互人中毒。虽然呼吸困难、喙部泡等等的症头，接受过伤济的沙林，更有可能会造成伴随死亡。沙林过去捌去用当作是化学武器来使用。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伫东京地下铁的列车面顶散布沙林毒气，造成13个人死亡，超6300个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生活方面的消息，这大学的指考今仔日是考第2天，是考这国文、英文甲数学3大主要科目，将近有5万名的考生，大家做伙来考试。毋过嘛有这考生因为游行，或者是有这水珠去刷去别个所在考，嘛有的考试场出现了讲时间是差价，抑个狗仔是安尼叫甲好佳哉，这状况拢顺利排除。甲布条扭起来，台北市真侪高中的家长会替考生加油，希望要我5万名的考生伫咧3大主考国文、英文甲数学会当正常发挥。我是个人申请没有过，然后就来考职考。术语就是多做考古题，然后就是因为它有些不会考，你就不用花太多心思去什么三角函数之类，就是可以照以前出过的方式去准备。上届考的数学乙有35000人报考，因为最后一届数学甲有25000人来考，嘛就是讲差不多有1万名自然组的考生来考。像是非选第2题的数字就很大，所以我觉得有比较难一点。计算量比较多一点，对，你花多久时间写完？大概只剩下5分钟可以检查。对于有社会组的考生认为计算量真大，高中老师分析可能是无用到正确的方法，因为今年的考题是强调思考，而且考量采集数学乙差不多是管理商业这寡科系，是用基本观念，会当看捌数学符合这寡可能未来大数据基础语言为主。第2册的部分占到30%左右嘛，32%嘛，这就很明确的就是为了商管。有情境的素养题有45分，整体来讲袂伤难嘛，袂伤简单。高中老师认为是对教学正常化有帮助。全校总是表示，因应108考纲，3年了后分科测验敢若考数学甲，因应新型学测分组数学 A 甲数学 B， 期待这3年数学乙会当成为未来数学 B 的指标，互老师、学生甲家长会当参考。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等考试考了，这分数出来了后，到底是要来竞对一个大学嘞？这晚间杂志有那公布了台湾上好的大学的排行榜，伫综合大学内面前4名分别是这台大、成大、清华大学甲交通大学。伫个商的甲文科这方面，前3名是这师范大学甲政治大学甲淡江。年度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出来了，排除学生较无3000人，也是包括助理教授、教师较无150人的学校了后，关键杂志评比国内97间公私立大学，抵达大面向总共35个指标评估各校的表现。结果台大、成大、清大、高大、中央大学等5间学校分别排名综合类大学的前5名。别人都只排总排名，可是我们也把文法商，然后把所谓的技职以及私立大学，包括医科还有综合大学，我们做一个分榜的一个处理。在文法商为主的大学当中，台师大摕到第1，过来是政大、淡江、民团大学和实践大学分别对去年的13和18名，升官到今年的第7和第10名，进步较真明显。1991年，由技职我们改成普通大学，所以我们也保留了技职的特色。所以务实致用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从以前无名不成商，到现在我们什么不多多最多学校，所以我们还是努力。在医科类大学榜单当中，台北医药大学摕到医科榜和私校大学双料冠军，对伫后边的是中国医药大学。若是记一类前5名是台科大、北科大、高科大、分科大和兵科大。北医在过往的5年左右，持续的增聘人才。
目前学校学生是6000人，但老师有640人，所以我们的生师比大概是1:9左右。毕竟我们现在只有1岁2个月哈，我想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会让大家刮目相看。调查嘛发现，对学校整体资料规模来看，大学生人数确实是有减少，但是嘛因为部分学校正平衡退场，和学生享有更加侪资源。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的是，这中营的空服员罢工，真正有哪互这旅行业有哪有损失？昨是出来呼吁讲，这相关的单位是毋是爱来修法，来定出一个交通有国旗的？这交通部长林佳龙今日有出席活动，有哪有做了回应？涉及到罢工旷职的部分，如果有争议。我们也希望说这些争议能够用一个机制，后续再去处理，还是要整体从劳动法令的检视去做，因为现在的情况是有点各说各话，那也要保障劳工他们行使罢工权，可是要减少对于无辜的第三者可能的一个损害。林佳龙是承认讲，这航空业若真正要罢工，对外部一寡影响嘛，真大嘛，到影响到劳资以外第三者的权益。对到这罢工有国旗是毋是爱来立法这部分，伊认为讲嘛爱对这劳动法令这部分来进行上新的检查。咱讲若买车时，其实是一条钱啊。那买到一寡车王，也是联网车，常常有一寡这消费的纠纷。即马经济部有个上新的这买的契约的 WV 车王条款，上主要就是要保护这个消费者的权益。花真侪钱买新车，若是伫买过了后，定定出现故障，阁收袂好势，容易引起消费纠纷。经济部有告新版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正式纳入车王换新条款。未来民众买车了后，伫咧交付180天，或者是开12000公里内，因为同款的问题维修4届以上，阁无法度恢复正常，也是累积无法度使用超过30天，就会当请求更换共型、同款价值的新车，或者是改读契约。花了那么大一笔的钱，然后买到一个常在故障的车，要付很大的维修费用，这样也不合理啊！一直出问题又修不好，那不是会很怄吗？即马汽车买卖的定型化契约的规定已经实施20天，会当换新车的期限是交车30天，或者是5000公里内。不少民众反映讲期限伤短，无法度测试新车是毋是有欠点，所以经济部才开大翻修，纳入上新的消保需求。另外嘛，定出重大欠点更换新车条款的规定，一旦有开车的时阵向火烧等等的重大问题，一届就会当换。拍速也是开车的时阵发生爆冲，行驶的时阵车挡失灵。失火故障，引擎温度升高到极限，以及有危害性命，也是身体健康安全可能的重大欠点，维修超过2届都无修复，嘛符合换新的条件。以国外为例来讲，它在某些知名品牌的进口车，其实他们保护是5年或10万的 mileage，只要中间有任何的瑕疵，假如没有修好的话，它可以要求就是换同等级的车。不过台北市汽车协会嘛提醒，目前国内并无公正第三方单位来做欠点的鉴定，未来伫咧执行上恐惊嘛是容易发生买卖双方的争议，所以建议政府应该以引进号码建立汽车分担资料库，让每一台车的维修相关的历史资讯更加透明化，对消费者车商双方才会当更加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湾游戏公司进前所做的线上恐怖游戏海湾，因为这画面内面出现了一个画面，亲像互人讲有敲死到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以这游戏开始卖了后无偌久就先收落来，即马令中国的代理商讲，阮互中国迄边讲有违法，要求因来停业。游戏的场景设定伫台湾的80年代，第一人称的视角，真恐怖的线上游戏还原。因为游戏的画面当中出现一张习近平肖像维尼的符啊，变甲真出名。不过进军中国市场，却是去踢到铁板，上线较无7天就落价。就连中国代理商上海橘喵，嘛因为这张肖维尼的符啊，和官方请去啉咖啡问话，想袂到伫4个月过了后，被吊销营业执照，落令停业。台湾游戏制作公司是唔愿意回应。玩得开
开心就好，政治不应该跟游戏扯上关系，有一点矫枉过正。他这样做是比较大胆一点，他就应该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个政治的敏感度是一定要有的。中国代理商上海居喵官方的微博嘛，只敢若更新到2月份。根据官方采发公文表示，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上海居喵违反着中国公司法第213条的规定，因为相关的画面内面有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才会做出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学者分析，和习近平公算笑等于是反对派，有挑战政权的嫌疑，就算是无啥要紧的笑亏，拢会被放大解读。因为习近平现在可能有下台危机的，他现在是在保政权的，所以他们现在都在维稳。游戏的那些设计会卷入政治，所以你要对政治有一些判断。一款游戏开发下来至少上千万以上，如果想要在那边真的好发展的话，我不要碰到相关的政治议题，会比较容易进入大陆。3C 专家表示，中国游戏的市场真大，但是最近内容审查是愈来愈严格，牵涉到政治暴力色情，恐惊拢无法度入去对方的市场。业者若是锁定中国市场，假使讲有去合到政治的议题，一定爱细致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台股指数涨是大起了后，今仔对着亚洲股市的状况有哪个出现了震动整理？将因为美中愿意倒转来谈判，华为概念股有哪带头起势爆发点，啊，毋过今仔就回压落。有哪分析师表示，这日本政府初时开始对着韩国实施经济制裁，有哪互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可能有收回，所以这第一时间内底台股游玩也有一寡高点会当等待用。来看的是这立法院的这临时会长三读通过了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定了讲这卫福部认定的讲心身失能的人，未来每一个人每一年拢12万块的长照靠除业。台湾已经走向高龄的社会，失能失智的老大人愈来愈多。为着要减轻照顾者的经济压力，立法院临时会三读通过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增列长照靠除业。未来厝里若是有长照需求的人，报税的时阵就会当抵税。经济也不太好嘛，然后如果又要栽培小朋友，所以如果有可以抵税的话，就是有政府有点就是补助的话很好啊。最起码年轻人要去打拼，要去赚钱啊。啊，佫会当抵税，安尼伊是毋是较减轻？财政部表示，长照特别靠除业的适用对象，必须爱是符合卫福部认定的身心失能者。未来不管是聘用看护机构，或者是伫咧厝里家己照顾的人，每一个人每一档有12万的长照靠除业。但是新法嘛设定排付条款，综合所得税税率伫咧20%以上，个人月薪差不多10万块以上的人，都无符合资格，有个差不多29万人受惠。需要长期照护的这个身心失能者，他不管是聘用外籍看护，或者是使用长照机构的服务，或者是自行在家里自行照顾，都可以适用这个特别扣除额，不需要减负费用的凭证。财政部强调，身心失能者的定义，阁爱等卫福部进一步公告施行细节。另外，俗称名目条款的薪资所得税扣除额，嘛先增加学习检读。报税人会当列举地装费、进修训练费、工课上的工具支出等等特定的费用，抵扣上限是薪水收入的3%。这项新法实施的日期，拢回溯到今年的元旦，适用每年5月报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的是这台东的地形较长愈愈，这庄卡甲离岛的民众若要申请着房屋税，而且相关资料爱去市区办理，真无利便。啊，毋过对这个月开始，即马讲这税务局有来开发第一套这网络调查这房屋税税级的系统，只要伫当地行政机关申请就当办咯。台东县税务局甲过去民众要办房屋税级资料的状况整理出来，用新旧来演出外岛甲偏乡的居民需要坐船坐客轮车去市区来办。摕到资料了后，该登去当地行政机关，才会当甲户口签刷，还是申请水电甲土地买卖等等的手续办好。真正是足无利便。啊，毋过到7月份开始开办这项网络线点查调房屋税级系统，在地就会当申办，对各地机关甲民众来讲拢真利便。
需用机关他也确认了，他确实有这样一个税籍的资料，那民众呢也不用为了一个证明往返。台东县税务局表示，平均每一年有700千个民众需要办房屋税籍资料，今年特别开放这项资料库，用15万块来开发线顶查调系统，让偏乡甲外岛的民众，干那需要写这个收款书，给当地行政机关，就免搁安尼搬山过岭来申请。县政府嘛强调讲，民众收款查调的资料一定会甲个人资料保护好。一定要得到授权才能做这件事情，而且查的时候一定要自然人凭证。房屋税籍资料需要使用的范围真宽，包含个人财产申报、房屋土地买卖拢用得到。台东县税务局表示，台东县是全国第一个完成线顶查调房屋税籍资料的地区，而且目前已经有县政府、乡镇市公所甲中央总共23个单位会当连线来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蔡英文总统今仔日去桃园龙潭来参加到这香港会谈之父韩公为这意思的对书会，有哪来颁发到这保养令？感谢伊在这之前为咱台湾的各方所做出来这重大的贡献。针对到这香港反送中这种种事件，这蔡总统有哪做了相关的说明甲表示。被讲是香港会谈之父的前中科院香港计划主持人韩公威少将89岁过身，总统蔡英文初2早起去桃园龙潭圣母升天天主堂参加对书会，颁发保养令，感谢伊在生的时阵为台湾的国防研发做出重大贡献。韩光威院士他在军旅生涯中成功的研发了雄风1、2型的飞弹，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我们国际拥有精准打击的飞弹。针对香港反送中恶法，抗议者攻占立法会，和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被讲是港版日头花，总统蔡英文受访问的时阵表示，不管是台湾也是香港，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愿望拢是同款的。执政者只有老实和人民对话，才是正确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香港政府可以拿出诚意，只有诚意的面对、诚实的面对社会的冲突，才可以解决针对初选了后，民进党内部整合，听讲亲带人士透过共同的朋友伫当中联络热情着，希望这组带大两个人去相拄着，互双方非正式会面，甚至讲做伙出战2020。蔡总统表示，民进党多头并进，做党内整合，最后一定会有上好的组合和团队来面对2020的总统大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蔡总统这个月有哪要出访咱伫这加勒比海友邦国家有哪过境美国停留4天，有哪是伊这临来上久一届对处这中国外交部，搁一届是来强调这一个中国立场，也搁向美国发挥讲卖互蔡总统来过境。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允许蔡英文过境，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中方就有关问题已经向美方表达了我们的关切，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伫这例行的记者会顶端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这美国台湾互相有官方的来往。对着总统这届要出访咱的友邦国家，这外交官员表示，过去咱的总统若过境美国照例是伫24点钟内就要离开，那这个行程会当确定会是重大突破。不过国民党这边是来指出讲，这拢是这外交部单方面的讲法尔。要来看的是前鸿海当署长会内面有讲到讲吼，打出4月到6月，国家要来饲这种证件。即马有哪互这精神北市长朱立伦甲伊口说讲，这过台面就算用伊全部的财产来饲嘛，只会当来饲1年。过台面今仔是来举办这新册发表会，有哪讲伊即届谁要来参选。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拜二新册发表会，郭台铭讲要将新册个人版税专拢捐予家扶基金会做公益。嘛伫会中讲到家己参选2020的心情，就亲像是大家拢会三省吾身，佮强调家己毋是政治人，因为台湾的经济无需要政治人。告诉各位，如果你们要选政治人，那我讲我就没有机会。
那么今天呢，我认为说台湾的经济要起来，要的不是一个政治。郭台铭是继续拍经济牌，啊，毋过伊进前才讲到6岁以下的囡仔互国家饲，即马嘛继续发觉。党内竞争者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认为这个讲法是创意，啊，毋过嘛敲死郭台铭，因为大家拢真好奇，要安怎无爱用到国家政府的预算，望郭台铭算互大家听。多重的资产，所有的资产拿出来养的话，只能养1年了。那我讲具体的啊，你2000多亿可能养1年就没有了，那怎么养嘛？朱立伦讲，伊毋是要批评郭台铭，真侪人拢望啥物拢免钱，啊，毋过事实上是做袂到。台湾嘛是要回归家己饲，毋是国家来饲。另外，拜三就要举办的南亚总统初选，上尾一场国政远景发表会，参加初选的人将会把焦点放伫财经议题顶头，继续论述。记者欧分良、吴家宝、陈昌伟台北报道。来看到高雄最近嘛是由民间的团体所发起的罢免市长韩国瑜的联署活动，差不多讲会当来已经大家第一阶段的联署，啊，不过在暗时来出现讲有支持罢免的这基进党的志刚，伫联合夜市在宣传的时阵，互人等技能。基进党的志刚甲这名女子咧理论，因为伊涉嫌向其中一个人牵鸡卵。代志发生伫1号暗时，当时志刚伫联合夜市宣传着罢免案，搬演着韩国瑜的志刚发现伊的裤出现着2亿，怀疑讲互人攻击。无偌久，女子又搁出现，搁再牵一粒鸡卵。罢免我们走的也是目前这个体制内允许的一个方式。那在允许方式，我们也没有侵害到别人的权益底下，我们认为不应该用这种侵害他人的，你不应该拿东西去袭击别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停止这样的行为。基进党怀疑对方是支持韩国瑜的人，嘛呼吁民众爱尊重各自的立场。罢免行动被丢弃大的小菜。那谢谢啊，我就尊重大家的看法，非常感谢大家。支持韩国瑜甲罢免韩国瑜两种声音，啊，毋过罢免案依法爱就任满1档才会当推动，顶动爱到今年的12月25号了后才会当送件，之后佫需要20到60天不定的作业时间。就算是韩国瑜初选胜利，确定要投入明年的总统大选，嘛无法度伫伊确定的同一天来改罢免。对此，公民挂草行动回应，联署案会伫12月26号来送件。目前除了收集第一阶段的人数，嘛来统整着资料，等罢免案成立了后。会通知参加的民众来参与着第2阶段。记者王柳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到其他消息，面对着发生过几件就是判刑已经确定的贪污犯或者是经济犯，有人拢绕跑去国外的案例。即马这立法院针对着这相关的这防止绕跑的机制，要司法进行协商。今仔总算有共识，估计明仔载应该对当三透露。检调收网前一天，前苗栗县长何志辉一早带着狗出门，就消息无影无迹。何志辉昔日得考东路基地8项，却向法官诬洗，缓刑别康了后逃走闪避司法纠正。面对一再发生判刑确定的贪污犯，或者是经济犯，弃保逃走案例引发社会议论。立法院将对刑事诉讼法当中的防盗机制，以近乎制度的方式进行修法跟协商。现在我们现在要修法，然后补破网，把刑事诉讼法里面法院如果认为说，这个犯人就算停止羁押了，他有逃亡的嫌疑，可以增加几项措施了。司法院跟法务部还没有达成协议，我相信等一下会达成协议，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立法，应该履行到庭的义务。如果到时候他应该出庭而没有出庭的话，我们希望在法案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能够赶快让他们去拘提，能够赶快进一步去确保。时代力量认为，停止羁押的被告法院应该强制要求被告宣判登记到庭，不过若立党团拢意见，专案经过协商，依照立法的版本达成部分共识。包括停止羁押的被告应该接受科技识别监控、交付护照甲限制活动范围等替代处分，确实违背应直接具体。那在我们这一次增加了这个黄岛记，比方最重要的、最主要是可以加上电子监控。因为电子监控过去呢一直认为没有法源，那这一部分的话，那后续的部分，司法院、法务部呢，我们还会再分别的规划来做建制。因为进前司法院的提案，希望修法强制被告到庭听判部分，不过立院理会认为牵涉到完整的配套设计，需要更加多讨论，留伫下节会期来处理。
针对风土机制修法，按算3号完成3套。记者综合报道。要来看是这小狗病病例，讲也阁继续地出现，一直到今年5月为止，全台湾这盆产地来为着小狗病病例已经有700多例，还有真侪所在出现。在新北市也未出现有相关的病例，所以今仔日有拿来成立这动物行动医疗站。知影新北市政府来到有来成立动物行动医疗站。居民赶紧把厝内猫仔狗仔带过来，因为离上近的动物病院，该落山到新店去看。这边离市区比较远啊，我们希望说能够经常做这种活动啊，对我们偏乡这边帮助蛮多的。住伫山区的民众尤其烦恼小狗病，因为山区野生动物多，其中又有患大量感染小狗病案例是一直出现。那你会很担心？当然啊，如果说被咬到还得了。国内为102年出现幼患感染小狗病第一例，到今已经累积769例，分布伫9县市84乡镇，集中伫中南、东部3区。虽然新北市还未出现案例，但专家提醒，嘛是要严防，爱予疫苗注射率至少达到65%以上，才会当有效阻止小狗病伫人甲动物之间来传。注射率呢，可能要达到70%，最少要65%啦，才有保护力啦。因为现在我们的注射率还是蛮低的，应该是在40%左右，还是不到。小狗病病毒连续共通，造成死亡的比例达到100%。全球当年有7万人染病死亡。国内确诊小狗病诱患家伤人，到当发生过67件，好佳在并无人因此来感染小狗病。记者林静梅陈佩如新北市报道。在地消息继续来看的是，这新北市去年在执行专注动化这无人资源回收站，讲效果真好，所以今年过来增加几台这回收机台，民众来当规工24点钟随时拢会当回收。会使回收的塑胶管啊，送入坑内底，透过输送带把管啊直接送入去回收站，唔免3秒钟的时间就完成整个回收动作。新北市环保局甲在地产业推出专注动化无人资源回收站，让民众24点钟拢会使做环保。回收一个这个保特瓶可能要花15秒，现在只要3秒钟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容量变大，把原来只有100瓶的这个容量呢提升到300瓶。去年透过无人回收站所回收的总重量达到27公吨，今年更增加7个站，共11个回收机台，初步回收量将会使顺利达到100公吨以上。那其中当然玻璃的部分呢，占了80%。那今年我们希望一直到明年的年底，我们的量至少250。那这个希望所有的民众协助我们达标，而且是越多越好。铁铝罐进去之后呢，它会做一个压缩的动作，所以说它的那个容积会变小了，所以它回收的那个数量会增大。同时，为了要鼓励民众加入资源回收，推出纸电换好礼的活动，只要透过纸电提升换生活利用品，礼券虚拟点数等等，透过自动化回收，做为落实循环经济生态，为环境尽心力，提供下一代更加美好的环境。记者张根和新店报道。镜头要说来这蓝树，因为这蓝树粪扫的问题哪来哪严重，即马又阁是观光大过，粪扫量也阁一直在增加。好佳在即马蓝树少年人因有因新的观念甲做法。蓝树粪扫污染对早期协会调杜尊场的争议，到即马粪扫保量受到外界重视。岛上居民和志工特别做了协会桶和塑胶粪扫装的装置艺术，来提醒民众。今年岛上的少年人阁制作了蓝树旅行听看听，总共14个注意事项的宣导影片，呼吁游客支持蓝树永续经营自然环境，其中就包括请游客将家己生产的粪扫甲炸倒转去。我们推动友善旅游，也请大家能够多多配合。即马有愈来愈侪去蓝树的游客已经知影离开岛上爱炸走家己的粪扫。因为这里的垃圾都是埋在这里啊，那台湾它有焚化炉或其他的处理方式，所以我们就想说把它带回去。
其实，伫咧8当前，兰屿本所掩埋场都出现紧绷的危机。岛上就有一位青年阿文，意识到兰屿的本所若搁唔分类，早晚有一天兰屿会互各种的本所引起，所以家己点点伫农地顶面开始做本所分类回收，搁买塑胶干仔打包机。这款的举动，互外来游客真好奇，陆续加入做伊的志工，就另外个游客拢来斗相共，搁做伙去一间环境教育教室，卡斯不完是大五族的语言推广本所的所在的意思。即马甲变成推动兰屿本所在地处理再利用的基地。我一直期待政府可以伸手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但是到现在做了那么多年，我都帮政府一直讲好话，但是到现在政府没有具体的做法。岛上对阿文的做法支持反对的意见拢有，因为兰屿是传统的部落社会，无本所分类的习惯。啊，不过岛上要发展观光，所以少年的一代开始重视本所分类，甚至讲小学嘛开始教学生囡仔本所分类的观念，大大改变整个兰屿本所处理的习惯。因为这个如果说没有分类后，可能以后的环境啊什么都不好处理。当地居民一起共同努力，而不是说责备、责怪，或者说当然自己的环境我们要自己共同维护。本所分类处理要变做是兰屿的传统运动，可能过一段时间。但是即马阿文的塑胶干仔打包机坏去了，有人送来一台新的压缩机，煞搁面临农地袂当使用工业用电的问题。兰屿本所掩埋场的压缩机搁咧采购，今年热天又搁要考验兰屿本所危机处理的能力。目前我们发包出去的话，也就是说，厂商他来标我们的工作，他就是必须要能够完成我这些的垃圾跟资源回收物的转运。台东县政府今年阁专工推动离岛游客加派1公斤本所登去本岛，协助兰屿本所减量。啊，不过兰屿本所的问题，敢若靠政府效果真有限。顶多是游客和当地居民拢爱配合斗阵做，兰屿的自然环境才会当永续经营。记者综合报道。北投路基个不幸饮食的少话多，这白女是伫因的故乡举行丧礼。数十名亲友一号伫萨瓦多首都圣萨瓦多市参加饮食地北北边境格兰德河的移民妇女奥斯卡马丁尼兹甲维拉利亚的葬礼。25岁死者奥斯卡，顶个月23号带着23个月大查某囝维拉利亚受水渡过美北边境的格兰德河，想要逃到美国，不幸双双被河水冲走。隔天被发现2人遗体铺伫河边，相片互人真唔甘，搁一摆震惊国际。因的遗体为墨西哥送回故乡了后，1号总算入土为安。Una gran tristeza en nuestros corazones, porque la verdad que han sido personas de acá buscando lo mejor para ellos y。美北边境收容所最近出现严重暴量的引渡问题，加上萨尔瓦多妇女饮食的惨剧，使民主共和两党加紧协商。川普总统1号签署了共和党参议版本的援助法案，花了46亿美金改善问题。Today, I'm signing a bill to deliver $4.6 billion i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our southern border. This includes funding for medical care, shelters, and increased housing for minors. For many weeks, Democrats were giving us a hard time, but I tell you, it became a bipartisan bill. 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原本通过一份大幅度修改过的援助法案，用以改善移民居留期间的环境品质，加强对移民儿童的保护。不过马上遭到参议院否决。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无奈接受了共和党控制下议院已经通过版本，内容有自己饮食交通等计划，并监督甲记录伫美国寻求庇护的中南美洲家庭数量，并提悬边境城市移民庇护所的收容量。民主党内卡一间的自由派对此表示不满，不过为了加紧解决人道甲医疗危机，众议议员妥协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德国所做的一个实验，讲这糖要灭种的速度可能比咱想的更较紧。过去30年来，这几位糖团学怪卡真拍拼设陷阱，掠到莱茵河边数千万只糖团。因是德国克雷菲尔德糖团学会爱好者，最近发现自然界互人真着惊的真相，迄就是糖团正面临可能消失了后，上严重不种灭绝危机。
伊还阁观察同齐地点定时掠到的糖花数量，为1994年有1400公克重，不过到了2016年，竟然只剩300公克。Wir haben an einem identischen Standort 1994 eine Untersuchung gemacht und genau an dem Standort 2016. 研究人员指出，占全球陆地生物物种的2/3的糖炭，最近才以互人真烦恼的速度消失，对食物链甲栖息地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的实验结果显示，敢若是咧飞的糖炭数量就减少了76%。Ist klar, es sind also anthropogene Ursachen, die dieses bewirken, das ist klar. Die Frage ist aber, wo die Reise herkommt und wo die Reise hingeht. Und wenn man in diesem nur so geringen Maße Diversität untersucht, dann kann man daraus keine wirklichen Prognosen ableiten über das, was in kommenden Jahren oder Jahrzehnten wirklich passiert. 学会指出，超过40%的糖炭种类面临灭绝，而且每一年都以1个100%的速度真紧升悬，是恐龙消失地地球上以来上严重危机。推测原因可能是糖炭产地减少、土地高度农业化、甲都市化，以及砂糖质、农药污染，也个气候变迁所致使，除非改变制造食物的方式，啊，若无伫几十年来，糖炭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记者综合报道。新闻之后来看这中国的两戏马镜，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那就上啦。别互安，伊较袂甲无多较好诶办法。哇，我的房间啊！都是以这个实体伊要会记住的物件，所以高丽菜搭伫伊的房间顶。啊，一定是有伊唔敢讲、歹势讲的状况。照顾条件多，互咱做伙找出路，看见希望。台湾第一个提升照顾能力的